这个疫情有较严重咯，中秋航卖人会较多。彰化区渔会推出着航海产的礼盒，但是唔敢来起价，讲因为其他的海产业者嘛会直播来卖这个礼盒，这真竞争，惊起价会抢无人客，只好是成本家己吞，用暴利多销的方式来冲业绩。简单。加料做两边的包装，放伫咧油鼎内底。那个火稍微关小一点，关小一点。用文文火煎，煎好之后来冰平，免掺盐，煎到贵赤赤，地当芳上倒。搁有大支烟肠，直接下落去油鼎煎，唔免放油，一搭久啊，油就走出来，听到滋滋嘅声音。物价上涨，但是我们坚持就是一定要放那么多卵。这唔是一般的烟肠，是种海产味的北欧冷烟肠，外表煎到金黄啊金黄，地当食。价格是微调啦。彰化区会趁中秋节推出汉堡礼盒，斗大各种海产，有火灰、白虾、鱿鱼、含鲫鱼，阿肉煎到贵的可绝绝。摊牌个介绍俗啦，这我往年有捌来买过啦。民众真足劲，介绍第一考虑，因为讲今年物价变贵，运费、进货成本嘛起真济。目前整个平均价差不多涨1.5%至2%。渔会进货成本也悬，加上真侪海产业者嘛直播卖海产，介绍大众的，渔会嘛拢唔敢起价，就惊消费者袂买。啊，卖海产的直播业者讲，今年中秋汉堡礼盒嘛赚无济。美国这边的升息，导致说美金的状况，让这些采购上面的成本都大幅增加，所以在贸易商对于我们的采购部分涨幅都有15%到20%。无论是新鲜的草虾、大粒干贝，或者是比面更加大的牛排，进货介绍平均拢起15%到20%。航海产的礼盒竞争搁济，卖介绍唔敢起价，成本家己了，讲希望暴利会当多销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